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錄音快活咕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鈴鐺個通知，同埋幫手分享條片，唔該晒。錄音快活咕碌，我哋招收谷友啦，詳情可以去到說明欄入邊嘅連結，撳入去睇下啦。大家好啊！全新嘅會員版心水大比拼嚟啦。咁我哋今季呢就會玩呢個估練馬師王嘅第二啊。咁一樣啦，估得最快嘅係攞3分啦，第二嘅就2分，第三嘅就1分。咁呢，開跑之前2個鐘呢，我就會將呢個表格呢就掉上呢個會員群組嘅。咁截止呢，就會係喺尾二，即係練馬師王截止嘅時間啦。咁贏咗嘅話呢，就有機會免呢個1個月嘅會費嘅。第二名呢，就可以免半個月。除咗咁樣可以得分之外呢，每一次嘅賽事呢，仲會俾一場波大家估嘅。估中波膽嘅話呢，會額外再加多3分。呢一個呢，鬥快嘅只係得1個名額嘅啫噃。好啦，先嚟睇翻會員版心水大比拼先。1月14號嘅練馬師王第二呢，無偉傑啊。咁啊，最快估中係 Andy 嚟嘅，攞咗3分。去到夜晚呢，我哋估呢個車路士對阿仙奴嘅聯賽杯4強啊。咁啊，到最後阿仙奴就贏3-2，咁啊冇人估中波膽嘅噃。咁啊 Andy 加多3分之後呢，慢慢追近上嚟，已經追近東東嘅12分，而家佢係攞住10分。Benny 就6分。咁啊嚟到呢個1月份超過一半，大家喺剩餘嘅賽事都要加油咯喎。大家好啊！嚟到今次嘅尾場左擊手啦。今次呢，就嚟到1月18號星期日，沙田呢有11場賽事嘅。咁今次尾場呢，係呢個3班嘅16米。咁啊，第二門應該都係標誌宇宙啦啩，我哋偷睇下先。哦，唔係，係紫荊盛世。好啦。咁啊，呢一場呢，就有好幾隻馬呢，其實第一次跑1600，亦都有初出馬嘅。咁我哋就逐隻嚟講下咯。1號嘅標誌宇宙啦，呢隻呢，就舊年即係上一季3R 賽事出嚟之後呢，嗰個進程都係好嘅。咁啊，但係跑完3月9號嗰場賽事之後呢，就發現腳受咗傷啊。咁啊，功夫重新做過啦，再養過咁樣啦。咁啊，去到今季嚟到1月份先再復出，足足唞咗成10個月嘅。即係呢隻馬犀利係知道嘅。咁啊，久休復出換潘頓。呢隻馬如果臨場會有落飛嘅呢，咁大家可以拖翻一票嘅。咁而家咁早嘅時候呢，
因為第一九優復出啦，第二就係雙過復出啦。我自己會先最多拖四重彩腳嘅啫。而咧幸運派彩啦，咁啊跑幾次之後呢，確定佢孭重磅唔係好得啦，因為佢喺中磅贏完馬之後呢，上到嚟重磅跑呢幾場呢，無論跑呢個田草1600啦，同埋1800啦，佢都係追唔切㗎，硬係爭啲咁樣。咁啊，今次又攞10檔，即係同上一場差唔多。佢上一場攞住個11檔呢，拖到落包尾追。咁啊，追一段叫做追咗個第4，輸俾開心勇區咁樣，咁即係4重彩配格啦。3日加完騎兵啦，呢隻真係犀利嘅。咁啊，今季呢試過，因為個檔位拖到落包尾追，結果追起專龍追唔到，跑咗個第3。咁啊，近呢2場呢，走去放頭喎。咁上一場擺前走呢，就頂唔到韋金主嘅，即係佢就頂到個第2。咁證明呢隻馬係有啲進步嘅，咩跑法都得。咁啊，第一次加程上嚟跑1600，但係俾佢抽到嗰一檔喎。咁啊，應該可以貼欄順走，慳到啲腳程嘅。你嚟追我啦，即係。OK。4啦噃，將鋭。咁呢隻喺泥地贏完之後呢，就跑咗2場嘅。跑翻場泥地，跟住輸咗俾不同世界啦。咁啊，但係就中一中嘅。咁啊，上一場走過去跑呢個谷草1650呢，就即係順跟翻嚟跑咗個第9嘅。今次呢，又轉過嚟跑田草試下啦，攞住個6檔。進度上呢，呢隻先擺佢喺4重彩配腳嗰類先。因為慢慢好啲啦，呢隻啱啱轉呢個4歲嘅北半球馬呢，應該係想衝擊呢個4歲系列賽嘅。咁所以嚟試下場地，再加上衝分啦。5啦，有熒光，呢隻就南非嘅4歲馬嚟嘅。咁啊，初出插班嗰場跑呢個1200呢。咁啊，其實有追一段嘅，咁啊輸俾扶搖西徑，跑第5，輸4又4塊一個馬位，第一跳呢就跳上嚟跑1600喎。咁雖然佢喺南非呢就贏到差唔多1500米嘅1475啊，咁但係1600到底得唔得呢？其實印證上呢，就真係難講啲。雖然嚟到香港嗰個進度都算係唔錯嘅，咁但係對呢隻馬嘅資料呢，就比較少啲。不過呢一隻呢，爸爸係啲美國準嚟嘅喎，可能之後可以跑得到嘅咁樣樣。咁啊，睇翻佢試4課集呢，埋門嗰課呢，試嗰課田草1600米集呢，輸俾數字天文。咁啊，都係順跟翻嚟嘅啫，均速大步攬嗰隻。咁呢一隻呢，可以備忘下佢之後嗰個進度，可能有機會衝擊下嘅。咁大家暫時就未住嘅，咪得嘅先。7攞連冠王啦。咁啊，呢一隻呢，跑過一次田草先4咁大把啊，即係跟住全部都係跑谷草嘅。咁啊，上一場跑呢個谷草1650，加咗個羊毛面箍俾佢，輸咗俾一定掂嘅。走返過嚟跑田草啦。馬係有狀態嘅，但係14檔，再加上佢之前啲分呢，其實都係喺谷草嘅組別加上嚟，有少少虛分，需要證明多啲啦。咁所以我呢隻真係擺低佢先。平時連冠王跑谷草我就會要嘅，過嚟跑田草嘅證明真係唔係太多啊。
7啦，火焰閃爍啦，真係好似我話齋啊！上一場換潘頓啊，真係搞唔掂。不過佢上一場跑1800嘅，咁但係全程都係推騎嘅啫，根本冇作過任何衝刺嘅物體啊！咁啊換翻田泰安，雖然攞住個11檔啊，但我相信佢點都會追一段嘅。咁所以呢隻擺第4格先，7號。百辣劍飛星。咁呢隻呢就插班跑咗2場噶啦，咁但係一場係谷草1650啦，一場係黎定1650嚟嘅，咁但係就都係開氣順根嘅性質。呢一隻呢之後有機會，我估佢會跑長啲嘅。話晒都叫做試過衝到去紐西蘭打比嗰啲路程2400，咁但係進度上真係未夠嘅，咁所以擺低先。夠啦，紫荊盛世啦。咁啊，今季跑咗4場咧，慢慢加程。咁啊，上一場加程上嚟跑呢個1400呢，就僅僅輸咗俾一身好彩輸個鼻。咁啊，再加程上嚟跑1600啦，攞住個8檔。加程應該會好啲嘅，擺喺第2格先，因為呢隻係有狀態嘅。10啦，紫塵之星啊！呢隻係咩料呢？呢隻呢嚟香港之前呢就贏1200嘅。講下呢隻馬啲底細先啊！本身喺愛爾蘭呢贏到處女馬賽之後，跟住又再跑一場2000米嘅讓磅賽嘅。咁跑咗個第2，之後呢就去衝咗場金門讓賽，咁但係就麻麻地啦。本身呢隻馬呢，爸爸就雖然係贏到1200，但係媽媽呢係天文學家啲女嚟嘅喎。同駙馬喜蓮勇敢喎，即係其實真係可以跑長啲嘅。雖然佢叫法國馬嘅啫，咁但係佢服役都係喺愛爾蘭嘅。咁嚟到香港之後呢，試咗4課閘嘅，以呢個谷草1700米嗰課閘呢係試得唔錯㗎，明顯見進步。呢一隻呢，我會擺佢喺四龍彩配腳入邊先，同埋我都會 mark 低佢嘅，睇呢隻進度會嚟成點。即係雖然你見我全部都交叉啊，因為其實狀態真係唔夠嘅。咁但係呢啲就好大機會會衝入嚟嗰種啦。11安都啦，呢隻呢，今季跑3場，咁實質叫做紙場賽式叫2場啦，因為第一場落地嗰場佢就啱啱預正取消賽事。咁啊喺4班攞咗1 win 1個第2嘅升班啦。咁上一場佢跑呢個1600就贏呢個開心宇宙同黃金騎士嘅。咁嗰陣時亦都係第一次跑1600嘅，明顯呢，呢隻馬係要逐步增程噶啦，因為本身同駙馬遨遊氣泡啊。咁啊上到嚟3班咩輕磅換幾人安，但係12檔呢啲檔位騎師發揮拖太後，場地唔啱呢就好難搞啊！因為佢試過呢隻馬攞住啲外檔，結果拖到包尾追上嚟追唔切啊！咁所以我係擺翻喺第3格先。12啦，好實力啊！咁啊，今季呢，叫做轉蓋跑谷草1650嗰場爆咗個冷嘅。跟住之後一上3班呢，
都有留後追嘅，但係追唔切，跑咗個第六，攞咗個獎金嘅啫。翻過嚟跑田草，咁田草1600呢，其實佢上一季尾嘅時候跑過嘅，咁但係嗰陣時隻馬完全未得嘅。今次何澤堯攞住個13檔，好大機會都係拖到落包尾追嘅啦，咁所以擺低先啦。13啦，幸運堂啊，呢隻呢，插班一跑完一場田草1200之後呢，就即刻跳上嚟跑1600，有啲趕功夫嘅 feel 味道喺度。咁呢隻馬本身喺紐西蘭呢，就贏到1400米嘅，進度上呢，可能都仲要俾啲時間。咁但係如果納入正軌呢，呢隻應該都係唔差嘅馬嚟嘅。14啦，志之多寶啦，咁上一場呢，佢跑咗嗰場4歲限定嘅，咁結果包尾衝上嚟跑咗個第4，咁衰2個馬位。咁呢一隻呢，跟住今次係跳上嚟跑1600，咁其實呢個路程呢，佢係偏短嘅，因為之前呢，其實都跑到2000噶啦，喺4班，好明顯係喺追分數嘅 feeling 啊，有機會恃住佢輕磅衝上嚟攞啲第4嗰啲，咁所以就擺佢拖腳度先。14好啦，篩選完之後仲有9隻。咁但係好多4重彩腳咁樣喎，咁點揀呢？嗱，我自己啊，咁好明顯係擺咗紫荊盛世行頭啦，因為呢一隻希望1600都得嘅。咁但係以佢上一場咁樣嘅衝勢呢，超慢步速底下爆最快末段呢，呢啲馬增程應該係可以應付得到嘅。咁所以紫荊盛世行頭啦，唔係打錯字添。跟住3同11呢對點揀呢？我會選擇先要咗擺前走嘅家人騎兵先嘅，因為有個1檔啊，我覺得呢隻進步感都有啊。再嚟啦，先至擺翻安都，始終佢係4班升3班，雖然換幾人安12檔啊，即係騎師配搭上係加強咗嘅。再嚟咁啊，擺翻火焰閃爍啦，我都相信田泰安嘅。咁啊，剩翻呢5隻都係4重彩腳，咁咪好重手咁樣。如果以場地形勢嚟講呢，再以準程度嚟講呢，我會先要翻幸運派彩嘅，跟住呢，再立翻智多多寶嘅，因為呢隻輕音榜後追。同埋呢啲騎師唔使諗咁多，咁啊剩翻嗰3隻，如果大家票數即係有多1兩票，先再拖翻。如果唔係咧，暫時都可以備忘佢哋啲走勢先嘅。咁好啦，今次嘅尾場左擊手就講到呢度啦。希望今日大家都贏多啲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啦，拜拜。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歡迎留言問馬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